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 Hello， 会让你做烧雞嗎？麻烦你，我也唔識上輩嘅中文，請問呢度係乜嘅口味？你盤攤係專門口味，分享係肉腐口味，計則係泡菜口味。釀起來當好食。嗰請問呢度漢堡有乜嘅種類呢？做小片係豬肉漢堡，煎小片係雞肉漢堡。計我睇一隻豬肉漢堡，還有呢度推薦呢？你做定釀一下，我就時尚世界麵包，當受歡迎。釀起來當站，有一道好托。上輩係起司口味，下輩係鳳頭口味。愛米呢隻起司口味嘅麵包。好，你釀呢片還有茶葉卵、番薯餅、大紅都當小哦。釀起來當好食。呢條西餅啊，都意有特色。該愛米呢包西餅啊，請問呢度有關呢個現餐費麼？有，我條呢位有上文現餐費，沒有本屆現餐費。該愛睇一罐上文嘅現餐費。愛加帶一罐麼？我條呢下天一罐有60上人。好，愛潮米呢度東西。好，請求開台結束。我想過老二米一杯咖啡。咖啡萬年都有，我少介你飲茶好麼？俗語講，盤後一杯茶，餓死米肉沙。茶對身體當好呢。該潮來一罐茶，有台灣咖啡麼？有啊，當有名呢。請問愛本屆也係少介呢？少介。中杯也係大杯呢？中杯超好。好，一杯中杯，台灣少咖啡，愛讓你加湯麼？請你另外幫我一包湯包。冇問題，你愛吃雙樣台灣嘅番薯麼？當香當 Q 哦。人講番薯係寶，上食身體好。好，麻煩你。愛加米一隻台藥麼？好啊。按樣總共係190個元，少你200個元，找你10個元。你係你嘅發票，請在分頭等一下。你亂個嘅食物，留咖啡一下就好咧。好。你係你亂個嘅豬肉漢堡、起司麵包，留台灣燒咖啡，留一罐茶，還有番薯。生意少哦。希望你。唔是客氣，新夢降臨。